大家晚安，歡迎你哋嚟到今晚呢一個聚會。特別咧，亦都想喺呢度歡迎林文和牧師同埋師母，仲有咧佢哋一班嘅晨曦會嘅同工一齊嚟到我哋當中。佢哋遠道特別咧喺台灣嚟到今次北美嘅，好開心有佢哋喺我哋嘅當中。咁咧好簡短咁樣講一講今日嘅流程，就係咧一開頭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同大家唱3首嘅歌。咁之後咧，我哋有林牧師嚟到同我哋分享。之後亦都有一位弟兄嚟到見證嚇，咁大概就係咁樣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會開始咯喎。用詩歌去讚美你嘅名，因為你嘅慈愛高過諸天，你嘅信實直到萬代。神啊，你嘅恩典實在何等嘅寶貴，何等長闊高深。你愛世上每一個人，你知道世人都犯咗罪，虧缺咗神嘅榮耀，但你滿有豐盛嘅慈愛，你給世人一個救贖嘅恩典，就係將你嘅獨生兒子耶穌基督賜俾我哋。叫一切信佢嘅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親愛主耶穌啊，感謝你降世為人，你嚟唔係要定世人嘅罪，乃係要叫世人因你而得救。你喺十字架上嘅犧牲嘅愛，流出你嘅寶血，滿有赦罪嘅大能。你曾經講過，若我哋認自己嘅罪，神係信實嘅，係公義嘅，必要赦免我哋嘅罪，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。主啊，我哋好感謝你，你帶俾我哋生命中有盼望。即使我哋遇到有多唔如意嘅事情，有患難痛苦，有灰心失望，甚至人生走到絕望嘅時候，但只要我哋信靠你，你必與我哋同在，重現生命嘅希望，靠着你揾到曙光。主耶穌啊，求你就喺我哋當中，讓我哋單單見到你自己。以致我哋一生去追求你，去擁有你真正嘅生命。神啊，我哋再將今晚嘅聚會交喺你嘅手裏面，願我哋每一個成為虛心同埋清心嘅人嚟到見你嘅面。願你喺我哋當中做改變人生嘅工作，藉着詩歌、見證嘅分享、牧師嘅講道，將你嘅話藏喺你心裏面，並向你作出愛嘅回應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求。我請邀請大家一齊起立，我哋一齊唱一首詩歌，全地至高是我主。願定內蘇醒，心意中讚歌聲，投在你的翅膀，願你是人救拯，願榮耀歸主，高唱頌
Thank
嘅上帝，主耶穌基督以人嘅樣式嚟到呢個世界，佢嚟唔係為咗要去到享受榮華富貴，而係為咗我哋嘅罪受凌辱、受鞭打，最後仲被釘喺十字架上邊。佢咁樣做，咁樣嘅犧牲，只因愛。你的愛，我怎猜透？寫諸惡貴，貧苦中馬從安生，沒有界你照亮用，但賜我勇氣面對生命，疲勞得釋放，為飽飢渴，一生以愛，神蹟可見神同在，求被帶上荊棘面，被厭棄替我經歷痛苦，誰了解你在十架甘心犧牲，只因愛救贖世上人，流盡血見證你的愛，誰配得可擁有神恩典彰開我心，誰配接你在高位受的呼喚，不惜已賜下我盼望，神大愛抱緊我願一生一世靠近你。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獨生子賜俾我哋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主為我哋捨命，我哋從此就知道何為愛。被擄得釋放，疲勞得釋放，為飽飢渴，一生以愛，神蹟可見神同在，求被帶上荊棘面，被厭棄替我經歷痛苦，誰了解你在十架甘心犧牲，只因愛救贖世上人，流盡血見證你的愛，誰配得可擁有神恩典彰開我心，誰配接你在高位受的呼喚，不惜已賜下我盼望，神大愛抱緊我願一生一世靠近你，緊緊我而家咧想邀請老師上嚟介紹。